今仔日全台湾拢放风台假，台北市基隆佮有桃园虽还未发布陆上风台警报，昨暗嘛宣布讲放风台假。今仔早起台北市是有透风无落雨，佮有出日头。因为昨暗晡是基隆市大先宣布讲要放风台假，就有人质疑讲，人民要面对罢免投票的陈国良有政治的考量。双北基隆桃园初二放风台假一天，毋过台北市一透早干那风无雨，佮有出日。信义区街头有真侪民众排队等拉面店开店，一直讲想袂到会休假，好亲像是赚到同款。赚烂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。这样早上起来的时候，还是看到天气很好，就觉得今天的假是不是有一点就是突然掉下来的。镜头来到大卖场，也有真侪人全家出动，把握机会来采买宝贵买食食。我们很幸运，那当然是大家都是赚到的。反正放假嘛，就也出来走走，没什么风雨。还没有预期会放假，但是就蛮惊讶的。按照目前气象署的预报，双北、基隆、桃园初三的半暝才会予算入去三桃二风台的警戒区。不过初二煞成放风台假。而且前一暗面临罢免危机的基隆市长陈国良，意思是抢伫台北、新北、桃园进前，提早宣布休假，互外界质疑讲，这届休假有政治的考量。跟几位市长亲自通过电话，大家决定后才各自去宣布。宣布的时间是会有先后，可是决策的时候是共同的。大家共商的平台会采取大家一致性的一个判断，就是依照我们既有的机制以及4县市大家共同的讨论来重整评估做出决定。双北基隆首长拢强调讲，今个休假是照相关的机制，而且4个县市是一日共同生活圈，休假嘛是4个人共同的决策，无政治的因素，也提醒民众过道会有大风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